其實我哋會話，如果尤其是做科創，點解大灣區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地方？甚至乎我哋會話，大灣區就好似一個我哋講一個創業者嘅你可以話甚至乎係一個 maker，最中意去將啲嘢做出嚟，有天分嘅青年嘅一個荷里活。點解叫一個創業者嘅一個荷里活？就係我哋就有一個產業鏈，令到啲嘢可以做出嚟。我哋又有一班好有天分嘅一個年青人，我哋亦有唔同嘅一啲投資方。咁當我哋睇到一個完整嘅一個生態嘅時候，咁就更加容易做創業，會更加容易去成功。咁當然我哋會話唔係個個人會想去做創業嘅喎。咁唔做創業，咁大灣區又可以俾到啲乜嘢呢？咁我哋亦都見到就算自己唔創業，我哋見到好多前沿技術發展嘅公司都喺大灣區。咁可以參與呢啲嘅項目，係參與呢啲工作嘅時候，一方面自己嘅貢獻可以通過呢啲公司去發揮咗出嚟。另外，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如果你做嘅公司佢做嘅產品可以喺唔同地方都係受認同嘅時候，咁大家亦都會覺得我都係嗰個嘅一份子，將呢啲嘅影響力可以發揮到出嚟。咁甚至乎，如果我哋話除咗從技術方面要去做文創，可唔可以都可以通過大灣區？咁當然亦都係一樣，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做文創，除咗話將嗰個 IP 做咗出嚟之外，個 IP 點樣可以將佢變咗啲嘅產品，可以更加推咗出去更加闊嘅市場？呢啲都會係我會覺得係一啲好有可能性同埋機緣俾一班嘅啲年青人。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政府一路都會有唔同嘅政策推動咗出嚟，一來可能係喺企業嗰方面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去將一啲年青人帶到佢哋公司裏邊。另外我哋亦都見到有唔同嘅政策可以支援到，譬如年青人佢可能去到大灣區唔同地方，佢甚至乎有人才公寓，佢就唔需要去擔心，我去到某個地方去發展嘅時候有冇地方去住呢？咁如果住又解決咗，咁當然如果我哋見到而家大家喺內地有好多唔同地方，無論我哋講係食方面好，或者去交朋友嗰方面都好，我哋就會見到更加越嚟越多嘅年青人就參與咗大灣區唔同年青嘅社區，亦都係喺年青呢個社區上面嘅發展上面，佢哋都係一份子。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喺未來其實都會有更加多年青人可以參與，通過大灣區去貢獻全個國家嘅發展。